来看台南市有民众中户收到红单，佮爱家己去申诉，所以真不满哦，就去向议员订情。结果调查发现讲有2000多张红单中户开单咯。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表示讲，这是因为假批信的系统出问题，会来检讨。提出邮局件的违规罚款单，去用寄发的相片是同款，不过详细看，民众10月份就收到罚单，无想到12月又搁收到。同一件违规，所以6人处罚单，互民众怀疑是诈骗。可是我已经去缴过了，你们都没有记录吗？但是违规是我们的不对。可是当我们收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政府是怎么办事的？真的是很困扰，因为你申诉虽然讲申诉啊，但是其实不容易啊，通常失败比较多啊。民众打电话去交通事件集决中心问，佮要求爱提出申诉，找上议员来订情。初步查大概2000多件啊。那2000多件的话，你给他算啊，重复寄2000多件的话，一张28块，这也是一条钱呐。那是不是真的是2000多件而已？我认为这个还要让邮局去查证啊。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解说，主要是邮件送达了后，爱将邮寄的状况汇报给厂商。不过这次煞无接到汇报，厂商是因为红单2个月内有效期，才会第2度送达2度通知，只是确保当事人有收到通知单，为中户来处罚。邮局的邮务系统，它并没有回传说，我们9月份所寄的红单已经有送达了，所以我们才判定说，这批红单要再寄第2次的寄送，才会完成送达程序。台南市交通大队是表示，目前初估中户开单的案件大约有2000多件。如果若有已经纳的红单，是无需要搁纳，嘛无需要申诉。另外，后续会加强邮件寄送的客查，嘛会向监理单位实施追踪红单结案的状况，避免产生第2次邮寄寄送的困扰。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。